里面也希望那里面演出，有，他是晚上日的，这嘛是什么时候出的？他录了，大铺的同年大你是日嘛？这种大你是大他双是日多呢？大双是怕就是有什么？太好听了，有，你老家是不是八金县？苏总，也是个蛮个对的了，苏在的，苏不是嘛？苏做的那去苏总做的那个苏的人，你跟他这样真的喜欢，给了俺头觉得有了来头里面给了，喜欢他的不止你一个，我一一的没办法给他说。给巧克是嘛的，看了干的么？俺这代替把了他妹子跟肉头嘛，他给了公的就把根绷着肉，那是你的事情，不要让我忙。有计划什么节目给了我也叫不住嘛该走的妹子把你当给你我拉萨了拉萨呀在你要开些日天刚经过离经到把金线了有爱你他们选老师有杜姐姐啊，你的歌我一直听，姐姐特别好听，音乐道路上越来越好。有杜姐姐，开玩笑的，开连他们的山顶总长得样子的。普通话说的很好，这么的嘞。给钱连过去的时候，钱能把公安做，超人俺连开跑了吗？连那个学在做学没做学，从皮夹了钱嘛搞明就。同大姐呢，个容卡的卡头怕木我是同到拉盖里钱能吧？你现在呢？他先拉手，特别喜欢你拉手。家在手写嘛，我这，我们那去女歌手里，我最喜欢葛康措，你们两个，葛康措是哪个？好，马金雨人，歌上今年改做赛马进来吗？他电 K 嘛，听了，不去演出吗？老师你不去演出吗？可是，不当面说，太不真诚了，对吧？就投里的，老师，首先赛马节的时候你会来吗？我建议给了我建啊，老师你能弹个音乐吗？老师训练你们几个别走，那去赛马节回来吗？电 K 米给了那就给他写的电 K 米，电 K 是嘛的？不中嘛了呀，穷啊！首先来嘛，我今呀给了我今哟，再我今呀看嘞。好的，我可以当你徒弟吗？我给着伢的嘛，我给着伢那就拉过去，但再往那我没要包嘛，你往那我人那要包嘛，上往那他我起来让也要包嘛，他扛几个拖那些呢，给人为里头当他俺了么的，为什么给他准备他是拉扯？家里那么的，用劲啊！口才可以。这同我的给了同我，
老乡辛苦了，叫么的。他隔离是有那种同单着的，叫么的其实。家里没吗？他这种这些钱还经常业绩动一动，就能这种来日子。但这些我们就将来去哪个嘛？懂才的啊！怎么办？我喜欢你怎么办？就为做人他都是干些的呢，太多毛事多。你我多的都男生那么干的人多的，有点嫌弃了吗？过后，姐姐个上得去，咱们个头过水了啊！我说拍一个铺张个了嘛，铺张个乐意节目做过去的，姐姐漂亮，但你弄这种的了啊有的。咱们跟那个铁东东都是摸好没得，给钱了，现在就摸好没得的那个出个得了，头高才win住了，顾上地基，现在过后在的。对了，你老公呢？给那我那些门口看那个学呢，忙把些的那个去捞啊。我真的放不下，你怎么办？我真的放不下你，就对他叫做了，俺陪路他们的做来的。瞧俺也讲你们的是陪路么头就走，这样咋了？这咋了？我觉得那像是，反正，姐姐赛马节了演出嘛，我惊讶个了，美女呢？你吃什么东西？太多了对那美颜的过程都能自己去学的的。越看越喜欢，阿姨，对的阿姨，你好温柔哦，他对的就带你玩说的，爱死你了怎么办？都是干的，他当大菜很多的，但你看在睡觉的人都的吧，8月20号我们这里比如线下就是那么打下过嘛的，上次在改子跟你一起合照，现实确实很漂亮，欢迎下次光临。啊，这拉丝。去过那些嘛，现在在中央屋，也讲出招头你嘞，你老公去哪里了？我那些蛮贵的，他俺刚摸是对不起你在了，我打罗那些还是的，看上是给么的，这这些那啥的，看那个小那么俺些蛮贵。已经关注了，有，阿皮拉也真漂亮，丫丫让咱把地他去哪里了？给他带送阿些嘛，我瞧没脚头，没看他送你我单独过来，那他都俺娘不容，我一多人操一头他们的，没了带人都去拍里帮接人的。我个送你跟操的几位有还确实可以么的，没现在几位现在有多半确实头发里面个了，讲的他听我呢，就俺脸婆嘛的，记得咱俩同一天去算命，你俩这么家都做的呢，现在感觉怎么样？去前跟我一样演的，你还有搞笑的一面，太累人。你这个口才绝了，你见吗？你那么美，我看起来没结婚，世界上啊，他就这里，我看起来没结婚，世界上见最好的男人幸福安康。没一样不多有做人呢。不要算命，就在这里，莫家到店可以切的，他说的，8月20号，姐姐你来不来？比如现在就赛马节太太现在点开名了。姐姐真的放不下你，真的直播看多了，梦里都见到老师。没那弄俺头的这里呢，当然我猜了，哈哈。好的。
我想当你徒弟教个歌，我特别喜欢你的歌会个，给了当我那个给着伢子嘛，给因为那个恰见的看我拍到这里，你咱们东西把咱给做些把咱们给因为个那跟我认得个了。在我那没去的演到嘞，要嘞是个哩，你们那人家给就是演拖咱们那没给演员都觉得可爱个了。哦，蒙古他个就那美国人个马浪，他们就做个些是没来个了，他等着我去查的，他给演员拖嘛的，毛不在人个等他就是那第四下拖着送的那，他什么东西那个那查的我呢。你看我上那东西，前那不那单的对拍的对，在屋里穿着些，把给钱来对呢，我的几十年我那么大呢，前那不几十，穿着小色的，一那我根本就嫌嘛的，但俺那出去呢没人呢没，看这个单呢，他人家说两个单的话嘞呢，起来让一码的，哦呀，人家出去话嘞呢，俺老巧们就做嘛妞。แต่ถ้ามีกิริยาวันทุได้เปสอลตาปูทำจีกดูแลทำเมลวีแต่งาเปสอลจะรู้คิดทศสนไม่จอมทุมาต่อทอรีแต่ถ้าเงินกิริยาที่ทอมาที่เช่นนั้นแบบกินแล้วแต่ที่สุดเราชุดสามแต่เนี่ยทิ้งช่วยนะจำนี้จงนะจำนี้เชลิกลำกินแล้วมองหัวแต่ยังแต่ที่สุดใครกิจงจีนะทิ้งช่วงถ้าใช้จียังพูดขันจีกิแต่เนี่ยกินแล้วผู้ชมกินแล้วมองหัวแต่ที่สุดสันรู้จีนะจีเหี่ยวจีรี老师本人好看安逸头没错我听懂侬这么的呢那可是我们会收头吗？可是我们给找年轻人给就给毛吃啊，这个公我们吃，我头年纪那的，他说做拍做给钱头有多拍些头，连的他说积累的，他说很多，没他这个公我们吃，这个我个公我们给做连接连那他要去认的，就吃啊，年轻人的他说俺这么牛，哦呀，我让你们，我心里没有天籁之音，办事没有用，我都认得。一口音，他们养鸡嘛，可是没在里头，给人都就考在的。希望本人见到。对嘛，这老师认识嘛？是他我几个模型都要给了，他说我们先模就没给了吧。我的老师告诉我们，有呀，他认识也不认别没谁。所现在三万进来嘛，我进样给了，我进。老师在哪里？俺来扫，但是不管你什么文凭，我很喜欢你的歌。人家就是有没几位做人呢，没哪没做人呢。家里先生嘛，姐，我这里他的总给他就给推荐的呢，洁癖个车，你像啊的找的对的，他的水弄谁的啊？特别喜欢你唱的，真的，耳机全是那个骏马这首歌，哦，有，文凭不重要，真的。给的钱是谁的？然后我后麦都会主播，那个后麦做了这个了，做的那了，我自己做些的的。都马了米上就是马就马了米，当就是马就马了米个，那个马就叫你讲就是那就马呗。母语哪个县的3毛钱？他的总。首先八一你来嘛，黄金啊给了他说中在黄金牌，卡里牛黄金啊。曾经不相信十全十美，但看到你以后，还是相信能歌善舞，人美歌美，声音更美，绝了！阿姐，他多了个家的，我一个脑蛋都对我马后通绝了，只是讲到了没就。
首先赛马节是啥时候？你现在了，赢了我拍切完了呢。求你唱一下剧嘛，我懂了，不唱啊。老师这次在尼玛县唱的那个歌好好听，最近天天听那个歌。你演得来呀，不是得来。老师几岁呀？嘻嘻，冒犯一下。那路他那年们这他路这个样图送的。说得好，看这。哎呦，家里钱红金啊红金，我曾经上了音乐学院，把歌唱偏了，最后改行上了军校。他现在叫啊都，好幽默，给怎么个style哎？老师永远18岁，他同这道星期的，罗记不记点读册话也呢？罗记不记点没了这星期的的，啥时这道做的？不可能永远18岁啊，那太吓人了。姐，你有几个孩子？不多个是，没俺没得特别去动他们听用句，特别啥听就，给下头吃顿他就动他啥，就是没得特别就是动他就是啥，开动他们听啊，现在好像只好仅此而已哦。来是，昨天把一回来嘛，我今天给了我今。哎呦，他的说我呢，要是什么的，光到头的他，本在啥多。昨天运动会老师你没来吗？去嘛古天高嘞，我里总爱了看咱们没得。先打输了没多，还是打朴素？他接做这个了，还可嘛的。家里现在嘛进来嘛，我进，他是总的培育你白着呀。帽子好看，我这个了。当一个香港呢，我婆圈这是一对对，咱们多圈这是一对对，没他们几个空脚嘛做的。他打起那把拍的，你自己的那他是这里钱那把干的嘛，香港么子空啊。去当了用层了吗？已经到按赞了，睡觉了，明天要上班晚安。有，龙凤妈，你记。讲班讲座的孩子不是孩子吗？讲班讲座的孩子不是孩子吗？这是不是可带给了？肯定有了高我去。有这样的孩子吗？你带到我面前来，让我看一下好不好？我都不知道哟。多日不见，老师早点有，为什么？比如现在嘛，姐你来吗？让我就是嘛天了。老师的声音无人能比。那是我给了的，都咋里呢？当都什么的？你给呢？他说你俩有孩子哦，有吗？那让他给我带过来一下好吗？他不说呢，肯定有了一个总就如哦呀，他说的，看个绿豆呢，咱不来你的在绿豆上里查，做了个月度，在偷查的。上次在阿里改则看到你了，差点请你合影了，最后还是放弃了。你的气质干到了我的胆量，自己太等进来了。是不来吗？我今天给了，我今天在你们前赛马场看到你了，老师。嘿，但遗憾的是没跟你
拍上合照，真的很佩服你。可惜错过了那次。周末给了妈妈把再往近我呢，突击切，当俺的就走这里。卡拉乌在夜的阿拉马拉斯东的里里面就被哈利比跟木南的马里，跟难道吗？不理我哈，教育给他给了，讲的给我带来呀。No， 我该怎样理你？老师，你的声音混着南京和拉萨2个口音。我记着。不理我，叫个滚蛋啊！我好伤心。他就今年年他们也有吧，都练了你的歌。哎，你也讲我的蛋呢？回到那继续专辑老粉丝了，这一点嘞有，会不会安多语可怜一个了？他对拉什么的？我的评论看不到吗？人马动，别这样，老师你的声音真的好听。拉斯突击器啊，丁千贤去过吗？周牛屋给了周牛屋。安多赛马姐会不会来？王静老师真的不回答我吗？给了集体来了，我甚至不理我。呀，他遇到单你们这都咋子？这样子真的好开心啊 ！Hello， 你讲的是康巴语吗？俺来片都觉得拿去给。有空来我们玉树坐坐，带你去放牛，没有别的风景。有给他养个，带他陪子农民的手指养呀。我的评论有没有看到？日黑没带给了，日黑没带掐着了。来，你们现在感觉怎么？老师，你们总了在这里跟从哪里看总来不有？这当个钱的钱呢？看总来有被没谁要不的？玉树今年很火呀。有，看错吗？我呢？有。丁千贤去过吗？周牛啊，又把我怼得无语了。他怎么带给了你？有说彩票演的就是为他们的手指开始揉些噻。他俺养狗走就没就演他其实节奏。只能睡觉。丁千贤去周牛给了。上次直播我是不是又？叫做这什么意思？哈，其实我们听他的。晚安，有，你记啊，他现在弄哈你俺是弄过来，你看中国他们俺是女民族。老师，你好可爱啊！已经睡着了，哈哈呀。半个周牛，看了半个单周牛，半个总单周牛。半个周牛，安多赛马节开场舞嘛，已经买了拍切。开场舞的一呢，他俺听从东头嘛，听用就一个插腿的。丁千贤去过吗？老师，周牛舞就是中途见那跟从南桥边广东的一个就叫家。你能评价吗？这做这个了的。你让去过吗？送你一个周牛舞。老师爱你的要命是哪？你说了该的爱跟哪子也拿的嘛贵的。爱你的要命是哪？他的这种人，哈气死苦完的。家里先来过，感觉怎么样？呀，来的总的来嘛个不做嘛个吧。我自己才弄只有也个黏着了些，家里没紧张有的呢。
可以收徒弟吗？我那当个给里给前几天早嘛天给了公大不收徒弟，给抽伢头嘛天。班嘎县感觉怎么样？也不带。老师去过所县吗？俺中牛没给了教育。你好，我们很多人民很喜欢你的歌声。阿姨，真的吗？今天说了开场舞后面有您的歌，要我们伴舞是。第一日嘛，挺有得的，那个歌还没录好。俺没这个，你看些个空了，一直在录歌，每一天都在录歌。今天的歌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大地嘛天，合了。上次种的菜和花现在怎么样？前排在嘛天，年轻的，没说他们家大几日呢？我呢，但是有的啊在过的大是地嘛天。新安老师个声音啊，真的绝了，很佩服你。那是突击姐啊，你突击姐，期待，哎呦，他期待完都觉得，他拉起来，我怎么这样唱？是你太低调了，收个玉帝吧，玉帝这的，玉帝哥哥吗？你比如哥哥嘛，老师今年首先上马节上唱嘛，很多金啊。美女可以唱个关于马的歌吗？都有给了叫女颂啊，我唱过了，你可以到网上听一听。叫骏马，徒弟吧，这样做了，从对的了，玉帝在的，就在多的大家写的。玉帝哥哥嘛，在唱着的。家里上面怎样？听了吗，姐姐？我们家里人民好喜欢我呢，大哥啦，哦，他就个蛮的，就爱的，也不是么啥的，盘不过的。再说些嘛，妹妹，那啥啊？打错字了，对不起老师。总咋了啊？总咋了？去年你来过我的家乡同德县，还有弹唱比赛结束后，我给你献哈达了，欢迎你再来我的。哦，那是突击姐啊，突击姐我那个8月中就觉得俺一个我拍有什么拍的多的，你拍有么呢？老师，你真的不理我对吧？他不理了，哈喽。我自己连家去的呢，不理我，当俺叫家头嘛，太公的。说不这么了，太妙了呀！来说，白菊，跟其他2位老师的那个，哎呦，阿姨，有点像，但有点多叫嘛，我那的，这刚刚的，把车叫来了，看我妈，难道看我妈，叫我妈。我们这边的人都很喜欢你，你可以来我们这边唱歌吗？卡拉给了，我们这边是那卡拉。老师唱一下比如的歌，就蛮懂啊。什么时候来首先朗诵这样讲？可是我们他的歌真的喜欢，我这个了，都你1年100没是要播的。好好一样，老家多得很是吧？开玩笑的，不带生气的。俺开了红酒没？俺拍有么好呢？不能去了，拍着从这边东里啊。比如那个我的女神好爱你啊，来那是江达是那个第一个江达做的说啊，俺看了这拉索斯，那咱把它对，以后有机会一定合影，有。对哦，他忙完把那个乱听过那这样子，成都的吧，强东中的哎，
点着阳光出来，咚咚，好喜欢你的声音，游泳，一起游水，别走舞，下雨了，老师那句所写有个叫普塔是什么？黑里面个了，现在应该做黑里面啊，我不认识。可以唱个我自己码的歌词，写自己码的名字多少钱？给他打东头嘛提等我呢，光打东头嘛提，给他页面了再做的，码的就不唱了。一下子，老师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唱歌好听的？我到现在还没发现。但是突然我听嘛听我给你听了，我给我口对呢，啊的。把这次这什么黑了没给了？你能不能叫我转念了？姐，给了他是转念讲啥给人别做，可是他天在多送的，家里让一刚走的了嘛。俺那了讲啥没？可是我们真的喜欢，有，他这才就说的，幽默带公斤，文采可不低呀，秘密看明我呢。你的帐篷收好了没？看着，我的哪个帐篷？把电子城哇塞，大歌手你都不认识，我说的就是他的家乡。有，跟了他俺我呢。在床边那个白瓦那音，大家同讲个名词的，没切到的说切啥考不得了，穷着还考不得。我那么就在读就，这是忙着的呢。这是忙，我可是读就这是忙着的呢。他床边那个白瓦那一掐是太广大啊。特别喜欢你的歌声，可以唱个没个了，他带眼动头嘛，太广大。带出来了，就马上都要打破是咋了？他这样的单音，他给个带着这打满为动头嘛的。莎我不是，那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走这条路？实在是没办法就走上了，也没有觉得可以。就自然而然的，很自然的就这样走了。也没有觉得自己可以走这条路，从来没有觉得过。但是他就很奇怪，就这样走了。我也认得到，你但装的认到，咱们个什么都说我蛮牛的了，好的干的没做就提起走着嘞。是让人咱们个那个的。什么有多吧？其实当开会很多就没得了，但我现在别绕车呀，那路在跟车接的呀，不是嘛的呀，他亲把人追的他说嘛，车里的他随个单了，当开会到那你个老板的送的也不当什么就那个什么的在嘛的，实在是没办法就这样走了，对，实在是没办法就这样走了，他就别车呀，可能他可能这那个人都是做过来那呢，人家个出去看嘛了，对，看几个单子在做单着所以就糊里糊涂的就这样走了。呀啦哟，我你我那呀，大学毕业，那这期梦住嘛妞，被苍蝇拉跑了，他等着这热死检查，这是热死他叫做过去。刚走那穷途呢，在夜了都把这是干了就等着嘛妞，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居然就说拉不过呢，突然给推出给肩膀拉不过呢，给他加钱不少不人口少不人多少，但他拉不进面。给他加钱不的，但是不少不人多少，但他都推出给人口。提前被他拉进没？呀就你才看的，他当就真着急啊。老
老天爷就这样惩罚了，老天爷就这样惩罚了是吧？哦，老天爷没有惩罚，叔叔雷个贱呢，叔叔个雷种这里面就跟老天爷没关系啊。给呢，多么着，老天爷开我们工啊。老天爷要不得你拿金巴东，你还下过对下的，拿巴过对巴的，要不得。在拉萨嘛？哦，拉萨哦。在老家嘛，拉萨哦，拉萨。拉萨可以了，吃不当家，出菜人不两光茶送。呀，对着。温度确实够热的。拉萨哦，拉萨了哦。Hello， 不唱歌吗？哦，弄人没得的，也弄人没得，弄起面都是给抢占了。命运的惩罚，你就成了一个大歌手是吧？他说给没写给了，他说给打嘛妞，大歌手就他俺那了，看到我前弄移动来了，大歌手强度就没得给了。我们那去年轻歌手前途无量，继续加油！来死！所线肉达去过吗？你拍鱼这个了，对吧？我出生的地方。老乡永远支持你，拉斯世界和平了，突击切，拉突击切，去让给解决抗命才那么你因为那突击拿选赢。你在哪里？他是拉萨喽，姐姐好喜欢你，也很喜欢你的歌，拉萨突击切啊。有8万多的粉丝哦，我们藏族这里就是大歌手哦呀，对他，什么吃鸡翅的了呀，白做很贵的，给穷家人嘛在的，一眼惊艳，万般心动，眉目动人，气质绝佳，见过万般风景不及你一眼，得看你语来个了。今年所线三马姐有新歌吗？他也改个动漫的时候没年演的书，他声音好听，有对不起，特别喜欢的女生哦，我是色达的，你的铁粉啊，来对不起。呀，美女，年少的可以，长得可以特别好哦，原来是。年少的可以，长得可以哟。美女晚上好，喜欢你的唱歌和温柔，温柔哎。你说的人是纯藏语，那些让啥人他去哪里？他就给我说看来做秀，没些巧那冲动做的。怎么的嘞？今天状态特别好，容貌出众，品性难得，见过旷野山河，独觉你最亮眼，一眼入心，越看越难忘。
昨天3码9，但没有吗？老师，再来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特别连讲理感没的，你的歌曲也像你的温和柔软。少熬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这个家电话敲了，不接对劲啊。那刷着手机看直播，那也是熬夜哦。安多县康老师，你俩是合唱吗？没，一落日我的那当然一天是唱嘛的，要不是嘛的，他老妈我不不记这边样讲。赞同，日死码头。前半从你什么黑了没？卡里里，温柔大方，自带光芒，颜值与气质皆让人难忘。落落大方，赏心悦目。今天去了哪里？难怪粉丝源源不断。又会弹琴，又嗓音绝佳，想不火都难啊！有老师，你们现在在哪里？有男朋友吗？我也当然，可也跟从别前那把职业里有在当药。今天你一个人吗？可以唱歌吗，姐姐？我呀，当里面就他连家里推出人嘛的，我看开始给家忙也得这个的，你来把真枪杀的。